后来讲真有可能伫7月底就会当主咱家己国产的疫苗咯。这个联亚第2期临床试验的执行总计划主持人，也就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副院长王高斌来表示，目前这个临床的试验者有出现着副作用者真低，这礼拜就会当来做第2剂，交这个中央研究院来做测试，上紧6月底就会当全部完成了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即马大家收真要注意放射。即马有好消息，中国医副院长黄国斌嘛是联亚第2期临床试验执行总计划主持人，表示讲，联亚疫苗第2期临床试验者大部分伫这礼拜完成做第2剂。那打完第2剂以后，1个月28天就可以抽血做抗体跟血清的这种抗体的浓度的测试。那在这个测试完以后，统计出来结果会直接送给食药署，我们预定就像蔡总统宣布的，可能在7月我们就可以施打到国产的疫苗。除了后200天就使产生免疫力，会使提回抗体检查，交予中央仪器测试，上紧6月底就使完成。伊嘛表示讲，这较袂出现副作用。那国产的疫苗来讲，我们是一个次单位的疫苗，因为这种次单位的疫苗来讲，它的技术它的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的是比较少的。疫情这严重时期，全台湾人拢会惊，国产疫苗的进度和医界真乐观，嘛讲会使照计划来注意放射，降低病毒的危险。